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全国第一座将要提供台积电等高科技的厂商来使用的再生水厂，上午伫永康正式动土，预计4档后完工。内政部长徐国勇嘛亲自到场，见证台南的水资源回收迈向新的里程。胜利！第2层动土平安。第3层圆满吉祥。伫内政部长徐国勇、营建署长吴宪修甲市长黄伟条等贵宾共同见证之下，未来这片用地将建设为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预计112年完工。到时主要提供民生污水的处理，改善永康地区民众的生活环境。而且更难得的是，污水透过上悬等级的再生处理，嘛将作为台积电等高科技大厂的产业用水，避免欠水的危机。还有大家也知道，水资源是非常珍贵的。那这个把水资源重新的再利用的话，我们下水道这些水资源的处理，就可以让我们环境更加整洁。我们知道亚钢卡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那个污水的支线接好了以后，没有化粪池。没有化粪池，你的蚊虫、芒糖的给做救呀嘛，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当它污水直接处理了以后，它的巷弄会更干净。然后呢，我们的污水在处理里面就会防止污染，不会直接到河川等等。所以这一些就可以达到我们整个水资源跟环境再生。所以这是等于循环经济各方面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能够有一个再利用的系统，能够有一个，我们虽然台南水库有很多个。可是啊，坦白讲，因为水库的淤积以及环境的不允许，所以坦白讲，跟北部比起来，水资源更加匮乏。也期待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啊，这个放流水利用的工程啊完成，尽早完工啊。对于南部的这个工业用水以及必要的时候紧急的时候的民生用水的资源啊，能够啊给大家。帮忙很多。总经费33亿的永康再生水计划，中央出92%，其他的8%由市府负担。除了以后，每一天会当产出1.5万吨的再生水，将污水变黄金的做法，毛地方各界拢相当期待。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民政部门业务报告甲质询。其中有关市长官声，因为一届委外经营就是签高档，议员陈义鼎认为严重影响未来市长的使用权。另外，针对委外租金甲回馈，议员也希望爱多多行销，甲市长官邸相关的主题，互更加侪人了解。有伫咱网络的市长官社，因为目前委外经营，而且委外签约一档就是9年。对此，议员陈义鼎嘛针对委外租金甲回馈办法。提出甲秘书处来探讨。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的交接哈，其实不应该说，其实未来的市长他可能有他的想法跟规划哈。我觉得这个时间上其实要妥善的去掌握哈。如果说其实是应该在原市长任内哈做一个委外动作，那下一任的市长其实应该尊重下一任市长他的想法哈，所以不一定他有其他的想要规划或使用的状况。然后我在之前哈在相关的新闻资料看到说。他除了每一年要给我们每一年这个权利金以外，他还有就是一季要提拨15万做这个教育文化公益活动。是。那总共一年要60万的60万公益回馈。那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个资料可以，处长这边可以先简单的目前他也有，然后也可以提供一个书面资料给本席来做参考。是，好。那我们再提供书面资料给。先口头大概讲一下。他目前大概就是定期会捐赠一些面包给我们社会局相关的弱势团体。对此，秘书处回应，虽然一档的租金262万，一个月大约有20多万，不过还有附带公益回馈，一档大约60万。秘书处记咧，
亲像送面包予弱势族群。不过议员建议，也是要举办一寡甲官邸相关的主题活动，让民众会用加亲近，并且了解官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媒体爆料，市议员林美燕因为关心一件选民服务的案件，疑似对管区派出所的主管耍特权，用言叫对方为爱坐服稳。对此，议员林美燕上午出面澄清，表示绝对无讲这种话，只要求警方一定要介入调查。议员林美燕上午摕到手机的通联时间的截图，反驳媒体对伊的指控，讲未基站环境10多分钟的讲法。而且佫扬言讲，爱派出所的主管为伫爱坐好稳等恐吓的言语，林美燕嘛对外来澄清。上面很清楚，3分2秒，只有3分2秒啊。那结果所长说，我不要骂他10分钟，我不知道这10分钟从哪里来。其实整个事件里面，我们只要求所长必须要扮演你保姆的身份而已。我们只要求他好好的去在基层的时候勤走基层，然后了解情资，这个样子。我们要求他好好的做，绝对没有说什么叫作文或者你必须要怎么样，或者介入来做人事，完全没有。因为从头到尾，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一级主管，我完全都没有。原来整个事件是因为一间甜点店的头家亲情，因为甲人有债务的纠纷，对方找到店内，互头家感觉真恐慌，因此透过议员来澄清。不过后来警方介入，发现是民事的纠纷，嘛无以刑法来处理。不过徛伫警方的立场，分局也是支持所长的专业执法。我们就希望他们透过民事方面去解决这个案件。那至于说。有传出说议员有呛我们所长的状况，这个状况。那这一部分我们初步了解是说，后面对于案情的落差是有所不同的看法。那本文只是力挺所长专业执法的立场。当媒体找来甜点店的头家，嘛真低调的表示无啥物代志。不过伫派出所的门口，嘛会看到支持警方的回答。虽然所长今仔日休困，不过看到媒体的关心，嘛主动来招呼。目前专案因为各讲各法。议员希望警方爱调查清楚，定义一个清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癫痫之友协会共同办理响应国际友善癫痫日活动，会中市长黄伟哲等人甲着知识的时代共同宣示，要将台南市打造成全台第一座癫痫友善社区。国际知识癫痫日是由一位10岁加拿大查某囡仔 Cassidy Megan。伫2009年所发起，呼吁大家伫每当3月26号当天，爱穿上紫色的衫裤，表达支持癫痫朋友。至今伫全世界已经有100外个国家参与响应。台南市癫痫之友协会伫2017年嘛加入行列，是台湾地区第一个加入的城市。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这个议题，协会甲市府共同办理“爱无止境”响应国际友善癫痫日活动，由市长黄伟哲率领市府一级主管，宣誓要将台南打造成为全国第一座癫痫友善城市。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个癫痫之友协会所主办的，能够让台南成为癫痫友善的城市。我们非常感谢癫痫之友协会以及协同许多的团体，不管是西药界。不管是学界，不管是这个实务界以及社福团体，来共同来从学校教育一直到家庭教育，一直到社会教育，都能够让大家认识癫痫，而且学着接纳癫痫，并进而成为对癫痫友善。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在基于平权的概念，基于这个生而平等的概念，我们对于癫痫的朋友。不应该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而产生错误的这个看法。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台南市应该要作为全台湾第一个对于癫痫建立最正确的概念从学校教育扎根，从家庭教育开始，推动台南成为癫痫友善城市的这个典范。那我们希望在有我们民间单位、癫痫团体。还有我们的政府、府会，所有的这个工商社会的人力共同来促成这个台南市成为癫痫友善城市。
黄市长表示，借由响应国际知识点线日活动，向大众传达知识点线日的精神，以及正确点线知识，呼吁市民爱展现对点线朋友的了解甲关怀。市府嘛会持续打造台南成为上温暖、上友善的社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一档一届大型的校园竞赛活动上午登场，因为学生爱考到相关的证照才会当毕业，所以嘛去引真侪企业来抢人才。敢若医疗院所就开出将近1000个职缺。校长陈信超表示，该校的就业率已经冲到全国第5名。2、3，请敲锤。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就业博览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60多间企业拢到场设单位竞赛，其中敢若医疗院所就将近40间，开出超过800个的护理师的缺，毛应届毕业生直接就伫现场面试，希望毕业就当马上就业，同时把机会参加，要找到心目中理想的头路。开幕典礼当中，校长陈信超相当骄傲，画出读华医就业率100%的目标。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全面都有证照才能够毕业哦，还有全面都有实习，他们都经过至少半年的实习，甚至1整年的实习，所以我们学校现在的就业率其实是全国大专院校160几所，我们全国第5名，不要小看我们中华医大大家掌声一下。会中乐江局长乐东部分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主任等贵宾嘛拢到场参与，对着学校打起3合每合的平台，甚至直接和企业来学校抢人才，表示是上佳地气的就业博览会。今天我刚来到了一场，我也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场就业博览会。每一家厂商都是跟学校里面培训的专长有关，都是医疗体系的，所以觉得说如果这样办，就是让学生进来，我们的失业率绝对会降。就原本过去只伫设立中关的校园竞赛，现在因为企业实在太踴跃，部分已经需要刷到户外。也看出企业要找好人才的企图心，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另外，嘉南苗栗大学的就业博览会嘛伫上午盛大登场，邀请将近60间的厂商提供超过3000个职缺，为每个月7万块药师到27000的餐饮服务人员拢有，希望引进多元的工作机会，予学生做选择。今年参加嘉南苗栗大学校园竞赛厂商将近60间，选出3355个职缺，上届主要也是配合该校各系所的就业需求，所以美容、化妆、医疗、餐饮、观光休闲等行业拢有相当多元。其中药师平均7万块的薪水上悬，一般行政管理或是休闲餐饮服务嘛至少2万7起跳。毛济应届毕业生拢踊跃到场，感谢学校大心安排，人气强强滚。校长强调，替市场打造需要的产业精英，让学生符合毕业得当就业的竞争力。我们在以去年的
就业率来讲的话，毕业以后去年毕业以后3个月我们调查出来的话，扣掉升学、服兵役，那有将近81%。那对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业以后，雇主对学生的满意度来讲的话，我们有90分以上，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业界给我们学生很大的肯定，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我相信透过今年这样的一个一样有这么多的厂家，然后提供这么多的就业的机会让同学们多元的选择。今年一度毕业的季节，学校上大的盛事就是就业博览会。嘉南药理大学尽全力打起就业的桥梁，让学生真正幸福的企业，也让劳工局长相当肯定。每一个企业都跟学校的系所有关的企业，我觉得说学校端如果能够走这样，我觉得这蛮好的，让学生学到的专业能够直接应用到企业上。所以我很感恩今天我跑了2个场次的就业博览会，说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博览会，尤其在嘉义它就跟我想的要搭起好的桥梁，让他们无缝接轨的就业的部分。另外，校方强调，为了落实产学合作的教学目标，除了聘请业界老师协同教学以外，也安排优良的企业进行参访甲实施，让学生找到理想幸福的头路。电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台湾爱乐民族关系乐团今年以着炭红炉作为主题，将音乐结合文学，而且佮邀请知名文学家顾宝鼎来担任导聆，要让观众会当更加亲力欣赏这场表演。由着二胡演奏家蔡振宇老师所演奏的歌曲，就是这届台湾爱乐民俗管弦乐团所举办的《炭红炉》在音乐当中拄着文学音乐会歌曲之一。这届的音乐会特别结合中国知名的文学作品，将文学的内容运用演奏的方式表达出来。除了有知名的《红楼梦》以外，也有《天地歌》《望月》等丰富的内容。这届嘛邀请文学家顾宝鼎先生担任导聆。要互来音乐会听众朋友更加了解每条歌曲的意境。这次4月3号在台南文化中心炭红楼，在音乐中遇见文学，由台湾民族爱乐管弦乐团所主办。那这场音乐会是以文学为主题为主轴的一场音乐会。我们结合了现在非常有名的网络部落客顾宝鼎先生来导聆撰文，那配合4首国乐经典曲目，结合文学跟音乐中去呈现这场音乐会，希望大家可以在4月3号晚上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共襄盛举。台湾爱乐民俗管弦乐团的指挥顾宝文老师，同时嘛是这届的导聆顾宝鼎先生的弟弟，所以这届会使讲是真罕见的兄弟联手，打造一个文学甲音乐对话的平台。音乐会将会伫4月3号盛大的登场，对文学结合音乐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主阳基金会举办新疆乐乐棒球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参赛队伍也增加到8队。27号上午，伫安平的球场热烈展开。即马就来看比赛情形。讲到球类的比赛，可能大部分的民众拢未想到新疆朋友嘛会使参与。为了打破这种印象，同时嘛鼓励新疆朋友多多来运动。主阳基金会已经连续3年举办新疆朋友的乐乐棒球比赛，今年总共有8个单位参与，总共有197名的新疆朋友参加。为了让无方便的新疆朋友嘛会使投入比赛，所以会使看到每场比赛拢有真侪志工朋友在现场协助。球场的内野嘛徛了满满拢是人。嘛，成为一个真特别的画面。随着队伍慢慢的增加，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很欣慰，因为这个慈阳杯是属于身心障碍的朋友的比赛。那我也知道为什么我要办这个活动，是起因在我们的母企业有灿阳杯。那灿阳杯它是全国性的，是全国的国小、国中的孩子参加。
那回来以后，我深思觉得说，既然国小的孩子跟国中孩子都可以做这种运动，那为什么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不来办一个这种运动会？这个运动会让我觉得说，让他们有一个目标，年度的目标，然后也让他们因为有出来走动，有出来晒太阳，那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成绩为自己喝彩，也可以为队友加油。那我也希望借这个活动，让社会大众知道说，其实身心障碍也有权利享受这种运动的快乐。那我想你们的参与啊，也让这一个场地啊，整个都不一样了。那也让所有周遭都觉得，原来你们也是一群可以动得起来，也是一群可以怎样，可以一起玩得起来。那我们期望你们今天呢，有一个好的佳绩，每一个人都创造最好的成绩。为了帮助参赛选手了解规则，菜阳企业的员工嘛主动协助比赛，担任裁判、指导等等，希望让现场的比赛更加圆满顺利。同时嘛是希望透过安尼的协助，发现真侪运动的规则对视障朋友的无友善，期待社会大众会使看到这种状况，共同来参与协助，让视障朋友会使无障碍来运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